台视隆重推出阅读时光口述影像版，森西嘛。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记新闻，我是郭义忠。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在点上新的消息。半暝伫咧桃园的延寿街一栋7层楼高徛街3楼大厅熊熊失火，引起1个人不幸无命，也有7个人受伤。初步判断可能是因为手机充电的时丢的。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英如来带咱了解。英如。好主播熊熊火势不断从民宅冒出，一发不可收拾。只见有大批的民众聚集在现场围观，还有好几台消防车都抵达待命。而消防员挺进火场扑灭火势，但有一名35岁的简姓女子早就命丧火窟。这里是桃园市延寿街一栋7层楼的民宅，就在22号凌晨，3楼的客厅突然冒出火光。住在3楼的简姓一家5口有4个人被救出，不过大女儿却疑似卧房杂物太多，挡住了逃生的路口，没能生还。带您听一段访问。在这个起火户有救出5人，那其中有1名女性那在救助的时候呈现这个欧卡的情形，我们迅速后送。那也有这个4楼的住户那想要往顶楼跑，所以困在这个顶楼的一个梯间。除了简姓一家人，还有3个人被困在顶楼，其中包含1名8个月的男婴。整起意外统计1死7轻伤。经过一夜惊魂，鉴识人员重回现场，可以看到房屋被熏得焦黑，内部一片狼藉。而警消推测酿祸的原因疑似手机充电，结果设备突然起火。而燃烧的面积大约20平方公尺，初估财损上看20万元，但详细的事发经过还得等待报告出炉。以上是为您掌握资讯。多谢英如，同款嘛是在点上新，继续来关心台湾海巡队闸口中国的渔船啊。今年9月，一只中国的渔船啊，走入来到咱的海峡，破坏咱的渔船啊，无互海巡检查，也搁乌白弄咱的船啊，随做伊走。海巡署接到报案了后，赶紧来追查。新历10月初3，桃园南发觉到这只中国的渔船啊，落尾赶紧联络新竹、基隆，也搁有淡水军舰，赶紧出动来甲对方闸口，拢总罚120万。是无爱接受检查了后，相关修法头一件法律案例。同款嘛是上新的画面，要来关心高雄南马溪一只乌色轿车，为了要闪对面一只驶过来上黄线的车，害规台车全啊掉伫铁基路袂顶袂动。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林婉莹。好，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黑色轿车就这样卡在铁轨上，情况看起来相当危险。警消获报后也火速到场，先把驾驶带离铁轨，接着一行人使出全力，赶紧上前合力推车。事情就发生在高雄楠梓区中油炼油厂的铁路平交道。这辆黑色轿车为了闪避对向来车，因为会车不慎，一个不小心就直接卡在铁轨中，动弹不得。这时又刚好有一辆自强号列车准备接近，路过的民众见状，吓得赶紧报警处理。警方到场后，先实施道路管制，疏散人车，同时也赶紧按压紧急铃，告知列车驾驶。自强号列车缓缓行驶后靠近，车上的旅客也一同下车协助脱困。幸好热心的民众帮忙，才结束这场惊魂记。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资讯，主播。多谢婉莹，继续社会事要来关心，这是南投日月潭出名的观光所在文武庙。最近庙里一个苏旗下院水池掉贼头，民众本来是来到这个所在下院，但是银角啊，拢互贼仔偷摕去。庙方工作人员去甲赶紧报警察，要来抓贼。这卡聚宝盆是2012年苏旗和老母来到日月潭关的时，顶面也有刻苏旗的本名。警察落尾调监视器电眼，找到嫌疑犯的车，无到2点钟时间，随抓到贼仔。看甲讲，上少年的贼仔今年才19岁。女孩子现在正在捞许愿池里面的钱。一个查某趁半暝3更走入去下院池内底，摇落内底，予水池内底银角仔。这个男的也是用手捞，甲画面甲调较远者，才发现讲贼仔毋若一个尔。边仔这个查甫伊靠较敢，伊直接伸手落去聚宝盆内底咧扶。用2只手咧撒，佫嫌无够紧。尾啊，这个查甫直接摕一骹大布袋，就安尼规个拢甲倒落较紧。顶刚这盆仔跳变去。南投日月潭的出名景点文武庙，伫
伫个10时迄天传出讲庙内的苏旗下元池。内底民众翕的遐个银角啊，添油香钱，拢去互贼仔糊了了。斟酌甲看，这个自保盆顶悬还佫有刻查某名称苏琪的本名林丽辉。2011年，苏琪甲因老母来入月潭，拄撞到庙内，当咧准备去下元池。为着要来祈求爱情甲事业拢会当顺遂，已经慷慨捐400万来认养自保盆。苏琪他是常来，他今年6月的时候也来，但是他都很低调了。但是他来，他都会跟庙方打招呼。周期的一个时程来计算的话，大概是在6000块左右了。这个下元池因为有名称苏旗来加持，名声足透的。不过民众迄伫个下元池这银角啊，拢转去互贼仔糊了了。庙方是气甲紧去报警，要来抓贼仔。在短短2个小时内啊，就锁定犯险之行踪，加以查缉到案全案依切到罪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警方挽过抢田，真紧免干2点钟，就伫个南投市撞到这个偷摕钱姓陈的嫌疑犯，真紧过来破案，要互大家下的心愿，拢会当顺遂如愿。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调查头，继续来看到苗栗县最近传讲有几个警局小调查头，经过检查一个条监视器的画面，发觉讲賊仔敢若是男扮女装，想讲安尼人才袂注意到伊。上课时，佫假sen是学生囡仔的时代，走入去国小的教室内底偷摕物件，引起校抑佫有时代拢足紧张。校落尾嘛公布规个过程，呼吁大家来指认，做伙来抓贼。检察讲已经掌握到賊仔的身份，即马当咧抓人。受害学校监视器翕到下晡2点，一个穿像男扮女装的嫌犯，戴着假头毛、帽啊，佫有喙暗，对学校大门探过运动场，伫咧教室1、2楼中间来咧观察环境，发现教室内底有教师的票包啊，趁着无人，随着对后门入去教室内咧偷摕物件。有到时候我要找我的卡片来打客服的，就发现我整个皮包是不见的。防偷摕物件的教师指出，上课期间接到手机通知，讲有10多万的路卡要找信用卡。时阵才发现票包啊无去，连现金大约有2-3千块，健保卡、身份证这些资料拢总无去，随着来通知银行停止。学校表示，这个贼仔假做是家长，故意让人认不出来，可能是关切，真实是学校的运作情形。我们学校就是蛮多家长来接送的状况，对，然后所以呢，我们一开始是以为说是那个家长偷摕物件了后，随着对2楼真紧行对学校的大门，过程当中有学生甲伊小闪身，这个贼仔嘛同款是豆豆啊行。经过通报才知影，上少已经有2间学校受害。苗栗县教育处除了通知各中小学加强大门的管制，嘛提醒学校爱注意无熟悉的人以外，嘛呼吁民众协助来指认这个贼仔，互警方会当赶紧将这个贼仔抓到，互大家较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跟学校有关系话题，或者心情来看到中景高职，互人俄罗斯培养一寡台湾大兵星的学校，有一寡艺人拢是为这出业，老师的功夫同款是万底深刻。有一个为韩国来的老师有够缘投，今年才21岁，过去捌伫咧韩国做几多年的练习学生，和韩国名称红丹少年团这个团体慢慢合作过，因为发觉讲有兴趣来教学生，朋友甲伊小介来到台湾，随便做高职的名称老师。音乐一个路，骹步手路拢真有势头，每一个动作嘛拢做甲真够格。还佫就是讲是倒一个韩国的男团偶像，毋过甲看边仔这个舞阵，因穿的是学校的制服，你无用唔对，伊就是学校的老师。山挑的身材，面肉幼儿红仔头，佫水。伊教学生每一个動作拢袂凊彩。一個煙頭老師來教學生學到更加認真。 제가 한국에서 있을 때 같이 협업한 아티스트는 방탄소년단과 뉴이스트라는 그룹과 우연치 않게 이제 학생들을 가르치게 된 기회가 있었는데 네, 그때 이제 조금 제 직업에 흥미를 느끼고 학생들을 가르치는 거에 대해서 조금 흥미를 많이 느꼈습니다. 韓國來的崔多允今年21歲，懸185公分，喺韓國做3-4年的練習生。伊嘛捌對韓青紅丹少年團 New East 合作。尾啊，伊發覺講家己真愛教學生，搶拄撞到一個機緣來到咱台灣，隨來正做高職的名稱老師。上課的時候都是我在翻譯，因為老師來的新的學弟妹也蠻多的。
寒青来做老师，会使讲真有出头。伫台湾有名青海那之称的这间高职，已经培育真侪出名的艺人，就连老师嘛是拢这款头坎出叫的。也有一个两岸10大名厨，马来家教学生。如果我们餐饮需要永续的话，要一定做一个传承。那这个传承要从哪里开始？一定是从教育开始。对上海来的刀子师张静老师，伫咧刀子这行业已经做30多年啊，做过真侪5星级大饭店的这个头教师，尾啊决定投入去教职，是讲老师后嘛就爱学生家己认真。人讲好火结好子，好食出好米，好马带头走千里。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看到中央航空公司空中小姐，逐年拢会发起一个空中小姐爱心腊日，今年已经是第9档啊。和往年同款，若是卖一本，就会捐100块予你予人名。若是今年做爱心，嘛要来推广咱台湾的农产品。这一届因头尾用10个月时间来到云林刺桐乡来翕到时的农产品菜色轨迹。腊日嘛已经公开，特别来到刺桐乡一个金蕉园来行舞台，替爱心腊日来宣传。透中道的餐中，一般敢会当看到地瓜梨仔做餐人，但这几年来，云林刺桐的甘蔗、蒜头、番麦、杨桃园内底，竟然出现这阵婀娜多姿的美女。原来因是为着要来翕2020年爱心的腊日的经营空中小姐，尽专业的成品出炉，摕到属于家己生日月份的腊日，伫咧金蕉园内底展示，真声目。5月的是香蕉公主。这份腊日是对2018年12月就开始翕，因为各种农产品的产季无同，14个空中小姐用10个月来完成这个任务。真难得的是腊日对翕相、化妆到背景的设计，全部拢是经营的空中小姐家己来出钱，一手包办。从头到尾都是一条龙的，除了要帮助弱势的孩子。还有一个，我们要宣传台湾的农业。空中小姐爱心的腊日，过去翕过真侪台湾的美景，拢是青春活泼的主题。今年进入第9年，已经变作是经营空中小姐的传统。下当入选参加的空中小姐，拢认为这是一件真公平的代志。相信应该会有很多学姐妹们会想要拍。空中小姐爱心的腊日，每一本卖290块，每卖出一本就会捐100块予你予联名。过去8年总共已经捐627万7千多块。这一回甲刺桐乡农会来咧合作，顺续宣传台湾农特产品，希望会当抛砖引玉，刺激腊日要买去，帮助更较侪绿色的团体。记者综合报道。做伙来关心上新的天气消息。今仔日透早辐射冷却效应影响，温度较低。北地上界气温是透早6点，伫咧新北市上溪敢若15度7，苗栗16度。天气含昨昏真小相，各地大部分拢是好天，有时阵侪云。敢若大台北地区，也阁有东半部地区小可会落雨。不二个日时高温，北部宜兰花莲也是会称甲26度到28度即卡兜。另外中南部大东地区差不多是29度到31度，日时暗时温度会差较侪，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教育部公布明年国学科调整的名单，拢总无照学生的算算的有59个科系，裁掉48个科系，占3.79%，比108年度落真济。另外，基职校院每年停招的科系是这几年上介济，拢总145案，比今年108案嘛搁较济。详细情形，咱就连线记者刘英玉来带咱了解。英玉。好了，主播各位观众，教育部在昨天晚间公布了各大学系组所的调整名单，统计109学年度将新增97个系组，调整48个系组，停招59个系组，并裁撤48个系组。那其中呢，像是台大的医学工程学系与医学工程的学系的研究所学士班、硕士班及博士班将整并。另外像是台大电信工程学研究所产学研发博士班，还有全球卫生博士学位学程也都有进行这个调整。那另外呢，像是中山大学是新增了8个硕士班，包括了生技医药、海洋生态与保育等硕士班。中华大学也有不少调整，新增了景观建筑学系及景观设计组。另外呢，在这个观光与会展活动学系学士班呢，也有来新增。除了这个大学的系组之外呢，技职的学校也有进行调整，像是明年有145案停招加上呢今年108案的停招，2年共停招
达253案，是创新高。对此，有这个私立科大的校长表示少子化是这个私立院校停招的主因之一。另外，教育部也表示，进修学院及进修专校回归一般学制，也是这一次停招案创新高的主因。以上是我们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主播。多谢英译，同款嘛是咱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绿岛石浪海花发甲一只海龟，互希望啊低调咧春一开始啊，海巡人员接到通报了后，3步做2步，赶紧来解救。看起来判断讲，这只应该是海龟仔囝，也未大只。进一步确认，原来这是强要绝种的保育类野生动物蓝虾龟。为着伊的安全，赶紧安排甲伊送来到台湾来治疗，刷落来会甲伊送去到屏东的海生馆照顾，等伊的伤好哩啊，才甲伊来放生。另外，上新的现场要来关心，这是前总统马英九下早参加活动的时，讲到这个香港的凶手，也就是陈同佳要来到台湾投案，讲民进党的政府无爱，骂民进党无顾天理，然后更讲到一个点，讲伊嘛是2个查某囝的老爸，看到这件代志，伊嘛心肝头真艰苦。做过来听马英九上新的讲法。各位媒体的朋友，看到这几天蔡政府对于陈同佳案荒腔走板的发言，我非常难过。一个被我们检察官通缉的香港杀人犯，要来台湾投案，却被拒绝。我们的总统嘴巴高喊主权，实际上却放弃中华民国的司法管辖权。昨天政府各部门的发言证实了一件事情，就是蔡政府确实是以政治的考量处理陈同佳案，证明了蔡政府重视选举算计，更重于人权保障与司法正义。陈同佳要求来台投案，蔡政府只是不断的跳针说必须要建立司法互助。我们当然支持台港之间要签订司法互助的协议，但是这跟陈同佳投案呢完全不抵触，可以先就个案同意嫌犯来台受审，以建立台港司法互助实务的范例，这不是更好吗？陆委会今年5月还公开的向香港政府喊话，不用修法，可以马上把人送过来。既然当时可以要求港府马上把陈同佳送到台湾来，为什么现在反而不可以了呢？为什么现在反而要用缺乏司法互助协议而拒绝他投案呢？这一种浊世今非的态度，才令人感觉到有不可告人的阴谋吧。杀人嫌犯要投案呢，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却说这不符合人性，不符合常理。难道是希望犯罪者都逍遥法外吗？难道希望这样才有人性吗？这样才合乎常理吗？苏院长说不要陷入圈套，但我们看到只有操纵政治而与无理的借口。请问苏院长，你可不可以说清楚，依法逮捕杀人犯，还受害者公道，还需要什么圈套呢？这是什么圈套呢？蔡总统口口声声说要支持香港人权，昨天呢还跟外宾呢高调的讨论台湾的人权。面对这一起残忍的命案，蔡总统为什么噤声不语呢？如此漠视人权，难道这让死者的家属情何以堪？蔡总统平时高喊守护主权，难道不知道放弃司法管辖权，这是一种严重侵害主权的行为吗？蔡总统难道不知道100年前我们定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列强不就是用这种方法来侵犯中国的主权吗？不要为了政治操作折损国家主权，更不要为了选举的利益糟蹋国家主权。无论蔡政府如何用尽各种理由跟话术来掩饰政治的算计，事实只有一条宝贵的人命在台湾遭到残忍的杀害。蔡总统，人命关天，
您不在乎，我们在乎。这是一条人命，一个妈妈辛辛苦苦把女儿养大，灿烂美好的青春年华，却惨死在台湾。将心比心，我也是2个女儿的爸爸，想到他爸爸妈妈心中的痛，我真的是非常难过。蔡总统，您不在乎，我们在乎，请你让杀人犯来台投案，还死者家属一个公道。另外，这件代志也未收煞，国策顾问黄成国互人逼消息，讲9月时带到香港圣公会教省秘书长关浩明去见内政部部长徐国勇，嘛讲到陈同佳希望要来台湾投案的代志引起争议。针对这件代志，黄成国下早嘛亲身出来说明，详细情形咱就联络记者吴品玲。好，诸位观众，港协陈同佳这事情现在是持续延烧，不过国策顾问黄成国确实遭到爆料，在9月25号是带着香港圣公会教的省秘书长管浩明去见了内政部长徐国勇，并且还提到了港协陈同佳是希望可以来到台湾的投案仪式。不过今天黄成国他亲上火箭表示其实他之前并不认识管浩明，也是不知道还有政协的身份。那你听一下稍后访问。部长，我刚才约的是以这个他是香港这个知名的这个宗教人士嘛，然后想要拜会他，这个部长就同意了这样。所以在这个席间里面讲话的时候，的确有谈到陈同佳的事情。对。那部长有没有承诺他任何事情？没有。部长说这个部分要政府对政府了那也不是他可以决定的事情这样。不会，所以第一时间您也不知道他是有这个国策这个委员的政协委员。政协，我不晓得而且这个部分他政协的身份好像是事后我们有关部门，这是我们台湾的有关报道讲的吧，就是在最近而已吧。可是当时24号讲的时候，的确有谈到这个杀人的这个部分。那您在引荐到他到徐国，没有想到后来会变成大家操作的方法，是不是？其实他就是一个，香港这个案子，他希望来台湾投案，的事情这样。他当时是怎么说的嘛？是说他主动要来投案呢，还是说他自愿，或者有其他的？他是站在教会的立场了因为我有问他了说你们怎么会去关心这个事情？那他有跟我说，这因为这个两个加害人跟被害人都是他们教会学校的学生，然后他长期关注这个案子，然后这个不管是被害人的家属或者是加害人的心理状况，那所以说因为他即将要刑满了那所以他希望说就是带他来台湾投案。可以听到黄成国表示，他当时跟管浩明来联系时，管浩明只说自己是代表教会的立场，而且呢，加害人以及被害人都是他学校的学生，因此呢是站在宗教立场来关心这些小朋友。如果呢他知道对方有北京政协的身份的话，是绝对不会跟他来见面，也不可能带着管浩明来去见内政部长徐国勇。以上正常情况，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给彭丽主播。多谢品玲。另外，这方面继续要来关心国民党伫要开始不分区立法委员提名的工作。组发会明仔载就会甲不分区立法委员提名的办法、作业爱注意的所在，也有时间正式提送中常会来通过，开始要来提名。即摆有消息传讲，党主席吴敦义确定会来做不分区安全名单内底。吴敦义下则接受访问时，无讲到有也是无，敢若讲到伊袂来做头一名。咱做伙来听吴敦义详细的讲法。现在还有2个多月嘛，还是力争上游会上来。他不是希望能够在11月就能够跨越吗？大家努力吧，好不好？因为有时候他是庶民为主，不一定会留在家里听电话，所以说不定会有一些跟民调的差距跟实际的状况，可能还是有一点差距，所以总要努力嘛。还没有达到最后当选的目标，一定不能松懈，一定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很认真才行。现在谢谢。还没有回归，要怎么帮孩子？
什么栏？知识栏。知识栏并不是每一张票都投他，也不可能每一张票都不投他，中间一定有一位是经济栏，有一些是知识栏，有些是文化栏，有些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庶民栏也是啊，对不对？所以一定票的源头越多越好嘛，对不对？谢谢啦。好，谢谢。好。提名人黄玉涵，他现在变成郭家军了，你觉得适当吗？我不能表达什么意见哈，什么提谁提谁，那个是现在我不评论了，我不是评论家。谢谢。那主席怎么看陈同佳案？蔡政府目前拒绝这个他来是港府的协议。我们文传会有意见，有人主张应该让他进来，但是因为是香港人杀香港人，为什么香港不能够去依法办？为什么要送到台湾来？啊，如果送到台湾来，我们是不是能以就地取主义哈，就发生凶杀案的地点在这里？但是实际上是用人啊。如果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被杀，应该是要到中华民国境内去审判才对。但是因为是香港人杀香港人，所以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谢谢。赞成蔡总统的做法吗？我不能随便赞同，也不能随便不赞同。我一定要好好的用心了解，我才可以评论。我不是评论家嘛，我是实行者。您觉得应该是香港政府要先处理，因为是香港人杀香港人。都有道理啦，因为是香港人杀香港人，以人为主。过去我跟你讲哈，我们马政府执政，我做行政院长的时候，跟中国大陆签有一个两岸的罪犯处理的条例。比如说他如果是在台湾杀了我们中华民国的人，跑到大陆去，那不会在大陆审判，一定要移回到我们中华民国来审判才行。因为如果是杀中华民国的人，而且是在中华民国这个地犯罪，当然不能在大陆审判，一定要移回来。同样的道理，你如果在大陆他的区域里头杀人，杀了一个大陆的人，就算跑回台湾，我们也要把他移回去。这个就是最基本的原则是这样子，有属人属地这种。谢谢。现在拒绝他来台湾，会不会有这个损害我们主权的问题？我觉得会有争议了哈，会有争议。谢谢。好了，谢谢哦。谢谢主席。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即马国校啊囡仔写功课常常拢坐无正，头就愈暗愈低，较会近视。中国最近有人发明这款国校啊学生囡仔视力的改正机师，一支棍啊挂伫咧册桌啊，互囡仔读册时写字头会当举好悬，较袂近视。时代大家小伯伯囡仔无爱用，医生嘛讲无采讲，讲这就是现代版的头牵牛，讲甲真笑亏。中国大陆的小朋友上课，教室的桌仔顶拢倒一个面镜架啊，就是最近上流行的视力调整器材。讲是会当互小朋友会当坐较正，袂压头，也会当预防近视。但小朋友拢嫌定地，有人跪去将头弄入去下骹来咧写字。不同意那种做法，因为我觉得如果那儿放久了，一是因为会很难受。这视力调整器材拢是家长爱买，交互教师来安装的，但是经过举手来表决，其实小朋友拢无介意。我全班40多个小朋友，只有5个小朋友表示可以接受。就连医生拢认为，敢若是用一个架啊，就会当预防近视，是一点啊拢无科学根据。因为近视的发病原因，就是应该从基因上讲，现在还没有突破啊，不是光靠一个课桌上有一个铁架子就能纠正的。
另外，嘛有家长家己来 DIY， 用锁啊将囡仔的头绑伫咧架顶悬，嘛讲安尼会当来预防近视，互网友笑到要变过。医生建议，其实莫长时间近距离咧读书写字，嘛爱定定来看远，也是看彩色的植物，互目睭来放轻松，就会对视力真有帮助。若要减少目睭的疲劳，中国大陆市面上所讲的新器800种，有利用暖包的原理来制作的目睭鞍，嘛有会当抓迄道的抓灵器材。虽然厂商广告是讲甲真厉害，但医生讲目睭是真重要的器官，要买也是要使用进前，上好是先来请教专业的医师，较免开钱搁伤身体。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出国来到伊朗佚佗，内行人一定会推荐这款真有特色、一定爱去的风景所在，叫做火山岩昆德曼川。为13世纪开始，就人挖火山的山洞变做徛家。经过几落百年，愈来愈侪人搬来遮住，遮的百姓真朴实，风光嘛真有特色。就算讲这个所在真热贴，当年也是有为世界各地来游客专工行一抓，要来欣赏。眼看亲像一粒一粒的山峦啊，毋过行我过去看，其实这全部拢是人的徛家。这是伊朗世界有名的火山岩镇昆德曼村。خانه‌ها سکونت دارند که وجه تسمیه کندوان به خاطر خانه‌های کندویی شکلی هست که در این منطقه وجود داره. 历史记录讲，800多年前，伊朗人来到西北部城市达布雷斯附近的这片火山岩的地区开垦。头一个爱解决的就是大的问题，上简单的就是直接在火山岩挖坑变做人住的厝。Having found these cliffs a safe shelter both in hot and cold weather, they eventually decided to stay. 时间一个久，这火山岩全部拢变做徛家，每一户看起来拢足特别的，因为火山岩真定，不管寒天还是热天，大起来拢真舒适，加上成本真俗，所以来这住的人就愈来愈多。Dicen, no sé, es mi primer día aquí cerca de Tabriz y aquí en Candovan, precioso. 住伫昆德曼村的人，大部分拢是游牧民族甲种田的。这几年各国的观光客变多，大家拢是要来看这个利用火山岩起起来的砖头。即马当地民众主要的收入变做旅游业，含星级的饭店嘛起起来啊，互游客会当伫遮加大一暗，好好欣赏遮的美景。记者综合报道。关键要带大家关心现主持上新的现场画面，要来关心总统大选开始到达时间，总统串门下早啊，搁一届来到园林的县市来拜拜，带大家做伙来看现场上新的画面。民安，风调雨顺，再拜。祈求2010年正月11日，总统出门，立委陈素月、洪忠义、陈秀宝、黄秀芳。高票当选，民进党大胜利。三拜，祈求协会文武百官、党公职人员步步高升，安稳幸福。协会男女众建合家平安顺遂，大赚钱。烧香，献花。拜修献报，拜修总统出门带领。好，咱今麦看到的是总统串门来到园林来拜拜上新的现场画面。总统串门顶礼拜才来到中华庙来拜拜，下早搁一届来到园林县市来拜拜，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5号海大代志，继续来看到即马甲人偷翕的监控摄影机，可能不管是会出现伫咱的身躯边，大家都一定爱细腻。像讲澳洲雪梨一个海沙堡，最近就有人发觉偷藏一支监控摄影机，等伫咧涂骹一支空的塑胶管仔内底，已经偷翕几落支的影片。澳洲警察即马当咧找即个涉案的查甫，要甲伊抓起来。空的塑胶杆啊，甲等咧涂骹，大家叫是本数袂特别去甲张除，甲人偷翕的歹徒，佮利用这款心理，甲这个监控摄影机甲藏喺内底。What the hell is this？ 蜜雪儿坐伫咧雪梨一搭海沙堡咧享受日头甲海水，伊看到一个查甫甲这款保特版的塑胶管仔甲放喺伊骹只片后，伊真生气，叫是讲伊是咧乌白等粪扫，佮要甲捡起来等咧粪扫桶内底。
才去发现到讲内底有藏这个尖空摄影机。Oh my God, this is so sick! And I saw the man next to me, 20 meters away. 这个查甫看讲代志别空骨卡索出来啊，伊就先选气啊，灭雪儿嘛紧来报警，甲尖空摄影机的记忆卡甲摕起来，发现讲内底已经翕到真侪海沙堡顶悬咧活动的妇女甲囡仔，连这个共偷翕的查甫，伊嘛入去镜头内底，来正做犯罪证据。I had a look and saw this material on there, and I thought, yep. They need to see this to catch this guy. 这个查某伫面册顶悬来讲这段经过，引起澳洲媒体的注重来甲报道。Girls have to be aware, and people have to be aware because who knows what you have next. 澳洲的警方目前要当咧追查这个共偷翕的查甫人，过来呼吁民众伫公共场所都要细致讲去用偷翕到。若是讲有发现到尖空摄影，都要随来报互警察知。记者综合报道。业界认证业界消息来看到国际大导演李安带这个好莱坞国际大明星威尔史密斯来到台湾宣传新电影。昨暗办首映会，威尔史密斯嘛讲到要替李安完成这个心愿，刷来拍片叫大导演来做布置歌手。李安嘛真是配合伫咧模仿，大卡也袂大家拢看甲笑开开，规场活动热扑扑。你好，台北。各位因此，威尼斯秘书一日出场讲华语，就互影迷嗨甲变过。这个时阵，主持人真呢，向伫伊的耳旁边讲话。我爱你。哦。原来是甲伊讲这句话，互大家看影迷拢欢喜甲叽叽叫。国际大导演李安甲国际大明星威尼斯秘书，佮感谢结随布洛克海密合作的电影，伫上映进前新办首映会。威尼斯秘书讲话实在真笑亏，伊佮甲大家别讲，李安一直有一个愿望。He looks like a little kid who wants to be a rapper. He has a secret rapper. No. Everybody come with me.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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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伫舞台顶的替李安达成梦想，李安嘛真配合，麦克举起来真有歌手的班。You know, Taipei seems to be the city where dreams come true. Yes. Yeah. All right, so my wish is to work with Ang Lee again. 威尼斯秘书这回实现甲李安合作的梦想，计下完讲是要佮合作一届。带国际大明星登来台湾宣传的李安嘛讲，登来感觉真好。谢谢大家，我回到台湾觉得特别的温暖。这个温暖是两方面，因为台湾乡亲给我的鼓励，还有这些大明星、大制片工作伙伴对我的鼓励。电影上映的日子拄好就是李安的生日，电影公司专工准备寿桃，先替李安祝寿。威尼斯秘书嘛为伊唱生日快乐歌，互首映会有一个完美的结束。Happy birthday to you。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关心，这是英国一份国际期刊上新的研究，讲正早顿进前先运动，安尼较会使。这期卫兵做伙翕相抽冠星大活动，新历10月18拜五起，请你甲台视中校这期电视卫兵做伙翕相，甲相片传去我想丽花 FB 粉丝团活动铺文，都有机会摕到中校这期冠星收藏专辑，甲国宝的声音早倒转去，详情请看我想丽花 FB 粉丝团。我嘛真想要了解这个人是无顶的人。阿爹，你有要紧无？迄有走有动呢。你家己爱保重身体。腰咧，要征调一个少年的去玉山开垦，尤其是腰中。每礼拜一跟拜五暗时8点，请收看台视杨丽花歌戏《中校这期》。最佳新演员袁腾。蔡佳音，白痴啊！范少勋，大基本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来个小解，这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春。这里春的意思就是生，或者是鱼的意思。像咱讲春饭春钱，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春钱，这个字会当讲是用春的钱。像讲你摕1000块出去，敢有春钱倒转来？买当讲是欠落来的钱。像讲身躯就爱存一寡钱，要用就有。第二个词就是有春，会当讲是扣掉需要的留落来部分。
另外，还有有春会当讲是足安怎的意思，像讲我拜二捌甲有春啊，代表讲两个人有够熟。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人咧讲烧本才有春，啊若烧抢才无分。因翁仔某就是安尼做伙欠钱，无轻分才有法度存钱。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春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带大家关心，这是健康的话题。一般人拢惯势早顿食煞才运动，身体较有气力。不过，英国一份国际期刊上新的研究讲，食早顿进前若是先运动，安尼用掉身躯的热量，还有油会较济，胰岛素浓度嘛会较落。因为空腹规暝了后，搁再运动的时，就会引起到规身躯对碳水化合物转换这个肝糖会当转换做能量。啊，若是肝糖用了后，身躯就会用油来变做能量，安尼就较瘦。透早袂食饭，过咧做运动，真侪人拢是较惯势，着爱先食好饱才有体力。不过，即摆英国有一份研究讲，若是伫咧食早顿进前先来运动，安尼颠倒通来芳烧搁较侪优质。研究找身体质量指数 BMI 伫咧25以上的查甫人来做实验，甲分做运动前食饭甲运动后食饭两组，结果发现讲，这两组的健康的情形拢有改善，体重减轻的情况嘛是差不多。不过，伫咧食早顿进前个先运动的人，伊的优质芳烧加一倍出来，腰笑素的刻度嘛落真济落来。不过，这个国内医师有无同的看法。对血糖来讲有变好一点了，可是整体来讲。现在认为比较有效的运动应该是餐后运动，血糖已经开始很高的在上来，这时候你运动，它刚好就把这些升上来的血糖用掉。其实英国的研究会主张讲，伫咧食早顿进前先运动，主要是因为这个空腹一暝了后，若搁运动，安尼就会逼这个身体将碳水化合物甲转做肝糖内底提取能量。便若这个肝糖无甲要了的时阵，身体敢若会当靠进前欠落来遐油脂来做这个能量的来源，达到加倍瘦身的效果。不过医生嘛提醒讲，这款的做法是有限制。如果在餐前运动的话，还是属于温和的，要做点暖身运动，做点没有那么强烈的运动比较适合。除了讲伫咧食早顿进前袂当做伤过累倒的运动，糖尿病患者嘛无适合。另外嘛会记你讲加补充一寡水分，着爱先养成好的习惯，不管是经食饭前也是食饭后来运动，安尼才会当互咱瘦挑佮健康。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这是外送平台点辣鸡。看到这个菜单顶面有3个选择，会当掺肉、掺真济肉，还佫有够济肉。这期画面做伙翕相抽冠星大活动，新历10月18拜5起，请你甲台视中校这期电视画面做伙翕相，甲相片含起我想丽花 FB 粉丝团活动图文，都有机会摕到中校这期完整收藏专辑，甲各部的声音早倒转去，详情请看我想丽花 FB 粉丝团。我嘛真想要了解这个人是无顶的人。阿爹，你要紧无？迄有走有动嘞。你家己爱保重身体。腰嘞，要整掉一个少年的，迄条山开垦。尤其是腰中。每礼拜一到拜5暗时8点，请收看台视优丽花歌中校这期。最佳新演员袁腾。蔡佳音。欢迎继续带来到新闻的现场，赶紧来听总统串文上新的讲法。是咱隔壁选区的吼，就是爱请大家这个支持一下吼。咱的陈秀宝是咱的鹿港，吼，咱的鹿港若有啥物咱的好朋友还是亲戚吼，嘛拜托到宣传到领导一下吼。我要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咱的寿官吼，咧原的这个所在是上着力上升的所在嘛吼，伊就是咱原的家己人啦吼。伊的康棒用用的灵兰叫做骨兰啦，这就是咱寿官吼最让人感到印象深刻的所在，就是咱有一个足骨兰的地方以外嘛吼。寿官真骨兰，佫是一个好妈妈
选民吼，这个款安尼用心稳安又会照顾人的，咱的立法委员是真届吼，咱的乡亲会使搁甲支持，可以会使连任来讲好啊好啊。另外我。食饭时间，手落菜先来看到愈来愈侪人用外送平台来订料理，都有一个网友进前利用外送平台订肉鸡，发觉讲内底有3款的选择，会当掺肉、掺真济肉，抑阁有够济肉。另外附相片，肉会当愈掺愈济，相片一个铺上网。一寡网友拢学到头家实在拍手又阁大心，嘛有人滚装笑，讲敢会当看人客需要，盐水嘛会当掺真济。搁再来食，这是老店的新滋味。一间天妇罗的专卖店，过去互人经到新竹市10大伴手礼店，即马传承到第3代，塞一寡创意的天妇罗，坚持一定爱逐工现做。店里这鱼酒拢是透早特别去采港，上盖青的沙鱼，敢若掺糖，抑阁有盐来调味，无掺添物剂。另外，这个好滋味嘛培养真济老主顾客。综合的天妇罗三瓜胡椒粉，内底有5无口味的鱼饼、猪脚肉鱼条，甲鱼做这创意天妇罗，当然原味的嘛是一定爱有的。较一汤匙啊，家己做的天妇罗酱料，超调味的，佮啉一喙家己做的有包餡的鱼丸汤，真正是真道大。它的天妇罗有 Q 弹，然后有那个它的鱼味的，有那个鱼海洋的味道，而不是像一般的那种只要。香精啊，或者一些的淀粉做的。到半夜的时候，从那个我们新竹的那个鱼市场，真青的沙鱼切切的下落机器内底，甲加好线。为着让鱼酱的口感会当真绵，爱搁用机器搁加一解。做第3步进前，爱先甲冰角摕出来卡好喙，冰角的大细粒嘛真重要，就是因为要控制鱼酱的温度。我们台湾就四季分明了，然后你在大热天的时候，你就是要把冰块弄大一点，它的颗粒就要大块一点，因为免得说它在短时间就融化掉了。那冬天的话，你就是要把它的颗粒状变小。最蓬的啊！84岁陈工员是老店的第1代，虽望已经过80岁啊，不过也是逐工拢走来店内带伊的孙做伙做天妇罗。啊，我14个入来做啊，我怎啊84个咯，70年啊。逐工拢来啊？对啦，来甲看者，放不下。做一世人的事业，虽望已经传到第3代来接啊，不过伊也是逐工拢甲因某到店的来顾。讲是讲袂放心，不过其实心血拢伫老店的。想到14岁时阵，甲爸爸鱼蛋接落来，为着生活，该来做鱼酱的批发，定定拢无因甲无暝无日。啊，做零做起啊，人无人客啊，啊做甲足善的，想要收起来，也毋过想讲，啊做落去咯啦。该坚持啦。同款的工课做几60年，对家己的产品足坚持的。13年前店交予因孙来接了后，就甲老店转型开天妇罗专卖店。我们就变成一个口碑，就是说，三代就是还是一起还在做，然后爸爸也越做越开心，越做越健康。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因为服务业的关系，所以我一天的工作是12小时，我没有办法陪阿公阿嬷，但是阿公阿嬷却愿意来陪我，一起做事。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件天底下最幸福的事情。单家的人为同款的目标做伙打拼，要打造一个因家己的天妇罗王国。记者综合报道。生产部咱拄才收到上新的消息，今年3月台北市市长郭文德要去美国访问进前，传讲台北市市政府和骇客走入去电脑内底，访问美国的资料，也有形成烦恼，互人泄露。无想到今仔日早起时，市政府搁一届传讲各局处网络拢袂顶袂当，公文系统嘛无多用，媒体事务组敢来当暂时用 Word 来发新闻稿。资讯局嘛赶紧调查原因，要了解讲敢有牵涉到骇客走入来电脑内底。小等来收看由来上新的消息，咱卖不关时，各为大家来更新。中
校这期卫兵做伙翕相抽关星大活动。新历10月18拜5起，请你甲台视中校这期电视卫兵做伙翕相，甲相片传去我想丽花 FB 粉丝团活动铺文，都有机会摕到中校这期完整收藏专辑，甲国宝的声音早倒转去。详情请看我想丽花 FB 粉丝团。我嘛真想要了解，这个人是无顶的人物。啊，爹，你有要紧无？迄药草有毒呢，你家己爱保重身体。腰地要征调一个少年的去玉山开垦，尤其是腰中。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请收看台视杨丽花歌戏《中校这期》。最佳新演员袁腾，蔡佳音，白痴啊！范少勋，邱志，你有没有同理心啊？你再帮我查一次会怎么样？不要这么大声，你这样会。我哪有很大声啊？曾敬华。11月23日，第56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就在台视。这边是不是可以帮人解决烦恼？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许我们能帮助到你。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会觉得人生就像一列列车吗？每一个人都有想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每张笑脸后面都躲着一个受伤的人。每个人心里头一定都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人。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加上。啊，你无头就放在那头啊！不要。阿公，你们怎么走啦？阿妈叫过追哦。是上啊！报警啦！啊！阿妈多谢。有一点创意啊！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这就是最后一盘澳门葡式蛋挞。今天我没有吃到，我就不叫叶小河。10月28日起，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台视综合台隆重推出阅读时光口述影像版《生活是甜蜜》。知道你作品里面的女人最缺的是什么吗？他上前靠在李毅耳边说：“欲望。”李毅思索着，眨了眨眼。景文张大了眼睛。李毅搂着一个背部光裸的女人，他看见景文，立刻松手放开。景文眼里泛起泪光。10月26号，本周六下午1点到3点，《生活是甜蜜》口述影像版。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呼叫曼尼机器人，你那边怎样？收到，我这边 OK。
快上 TTV 爱虾皮，一起玩你与我的 OK 蹦，周周抽木匠兄妹骂敌机器人存钱筒哦。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甲中校这期画面做伙翕相抽冠星大活动，新历10月18拜5起，请你甲台视中校这期电视画面做伙翕相，甲相片传去我想丽花 FB 粉丝团活动讨文，就有机会摕到中校这期完整收藏专辑，甲各部的声音早倒转去，详情请看我想丽花 FB 粉丝团。我嘛真想要了解这个人无顶的人物。阿爹，你有要紧无？迄药草有毒呢。你家己爱保重身体。腰呢，要征调一寡少年的去玉山开垦，尤其是腰中。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请收看台视杨丽花歌戏《中校这期》。最佳新演员袁腾。蔡佳音，干净闭的，白痴啊！范少勋，邱志，你有没有同理心啊？你再帮我查一次会怎么样？不要这么大声，你这样会。我哪有很大声啊？曾敬华。11月23日，第56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就在台视。这边是不是可以帮人解决烦恼？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许我们能帮助到你。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不觉得人生就像烈烈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想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每张笑脸后面都躲着一个受伤的人。每个人心里头一定都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人。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加上。啊，你无头发就放在那头啊？不要。阿公，你们抓嘛走啦！阿妈叫过嘴哦。是上啊！报警啦！啊！阿妈都下。太痛哎，有一点创意啊！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这就是最后一盘澳门葡式蛋挞。今天我没有吃到，我就比较叶小河。10月28日。新闻上尾要来关心日本天皇登基大典下晡正式上场，典礼上西元8世纪以来传统的仪式。日本天皇德仁坐宝座叫做高御座，特别显目。另外，日本天皇也阁有皇后的宝座，一直保存伫咧京都御所。为去年京都运到东京了后，规个电环定修理，即马变成新点点。小等下阁无偌久的时间，日本天皇德仁也阁有皇后雅子，就会穿古早传统的礼服来进行隆重的加冕典礼。中校这期画面做伙翕相抽冠星大活动，新历10月18拜5起。